就係基拔偷波，望一望咧就係朱亮嚟個雙手嘅鋤樽。大問題，甚至咧，我覺得威廉斯攞波嘅時間太少啊！哇！呢一個嘅到洋和，咁啊亦都最後就可以幫個威廉斯啦，咁啊就係增強下士氣。咁啊俾吳松俊追得個好貼，好啦，基拔單對單一個 elbow shot， 最後嘅球權咧都係俾翻基拔啊，一個插花中路突破，哇下手放幫基拔做個擋，用歐陽維剛啊！你睇基拔，哇有冇走步啊？王嚟講咧就真係即係大家都明啦，唔合格啦。一個後手傳波俾到徐遠成，基拔仲有2秒，球迷同佢倒數啊！又係一個急停嘅中投，哇！好啦，擋下基拔又嚟中距離，哇！咧就安德拉孖佢，好啦，做個急停嘅中距離有，防守啊！個基拔我對住呢朱亮一個急停嘅跳投唔中。哇 ！F 個頭，叫阿曉馬打個 two-man game， 好啦，換上 X 去炒，好啦，基拔，哇！咧滿貫係7射1中嘅，基拔嘅進攻面對住 X 嘅防守，再做個後轉身，單手嘅拋投 ，OK。東方嘅進攻嘅跑動咧就唔係好多啊。好呢邊咧就逼起對方，哇！手啊！咁啊到而家格攞咗4分，哇！似乎都係要將個波咧個皮球咧擺落去基拔度，一個後手過得靚。啊嗱，睇下點處理啦。曉馬幫佢擋完，基拔上，哇！都中咗3球啊！好啦，基拔單對單一個 spin move 啊，壓住佢，哇！寧願唔好間俾人打翻快攻。好啦，基拔牛入去㗎啦佢。嗱呢個就係掟翻入嚟，佢想落掟落對方隻腳。好啦，呢邊咧就係基拔，哇！見到就係啊，好出手嗰個意欲係好低嘅，其實嚇。五龍咧就守一個2-3聯防嘅。好啦，基拔滴下都有出嚟嘅。啊，我以為佢會順勢左手上咧，仲順啲啊！佢自己轉身咧攞翻右手上，反而咧就好啦，基拔一個急停之後再左送，相對都靜啲啊！好啦，基拔硬嚼落去朱亮，係啊，射失咗啊！安德拉咧喺俾曉馬守嘅情況下咧，哇！跟到過嚟，楊博文再低位俾翻基拔，大佬掹住佢，身形上贏晒啊基拔。好啦，少榮啊，基拔一個 elbow shot， 你都壓住阿陳少榮啊，係攞晒個位去接呢個波啊！哇！暫時阿崔隊勤呢一節咧攞咗個6分啊！好，兩分，博文咧就追住阿方成義啊！呢邊嘅威廉斯睇佢點樣想加力法啊！咁啊唔夠力啊，又係俾阿基拔咧幫一幫佢咧，自己係甩咗。基拔牛埋去啦！